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人的守望甲大道，真欢喜哦！今日陈碧姐甲辉煌哥哦，因拢三个做伙来哦。陈碧姐伊迄个心脏迄个部分遐吼医生讲就是食药控制哦，所以暂时毋免做机架哦，所以为这个来感谢特别也甲各位报告吼，就是这个咱过去王宪一执事。伊个太太惠美姐过年的时阵吼，有跋倒有摔断即个髋骨即个所在吼。原本咱的骨是安尼但是吼，伊怎变做裂开，贵骨安尼中怎破开去安尼吼。医生伫迄个所在，甲伊尾有换迄个髋骨啦吼。医生有甲伊提醒吼一项代志啦吼，就是讲。咱人吼年岁了有较有诶时阵吼，爱非常注意，因为你诶头壳吼想讲你有法度到遐，但是你诶骹对无起哩，毋是你无爱哦，是它爱传导上面，就是你的头已经想到，脑袋已经想到那里了，可是其实你的脚是跟不上去的，是伊是对袂到诶。伊讲吼，真侪人吼，真侪老大人跋倒拢总是安尼。所以大家人吼爱较斟酌、较细腻，也感谢主啦吼，求主帮助咱。但拄则吼牧师娘安尼跋一倒啦吼，造成大家紧张惊吓，明仔载就知嘿对。会安怎？会安怎？袂安怎？明仔载就知。通常即摆就知啊吼，对。袂安怎啦吼，求主怜悯咱。牧师要甲各位讲诶，就是讲吼。咱的日子的确着爱真照顾好咱家己每一工会当平安，实在讲拢是足大的恩典，拢是足大的恩典。如果受伤的人，伊经过艰难困苦了后，伊来感谢上帝，这当然是好。但是另外一部分，咱嘛爱定定想，就是咱无灾无病。其实敢毋是，搁较应该向上帝献上感谢甲乐乐，所以咱感谢主。今仔日来的时阵我看秀官姐伫外口咧扫涂骹，了我着出去外口甲伊打招呼，了看迄路林的时阵咧修理路啦我着伫迄所在感觉讲车是要撸出去也毋卖伫遐张拄真久，尾仔还是决定无爱。因为伊爱甲全部路面拢甲伊乌起来，你一乌起来的时阵，迄灰尘规个拍飞，所以你伫迄所在遐食物件所以本周祝鹏咖啡休假一天，暂停营业虽然咱会感觉真无方便，但是我昨去迄一工去参加，我是昨还是当时去参加迄个祈祷会转来的时阵我就看到迄路面规个已经拢收甲平。咱毋是干那看现处事嘛，对吧咱就是看伊家乌起来，顶个甲铺落去时阵，咱的门口就会变足水所以爱为了这来看。咱的信仰嘛是安尼现处事看可能有困难艰苦，但是咱会知影一项代志，有一日咱会看甲非常的完全伫主的内面所以。来，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用信心来仰望为咱创始成终的主耶稣这两乐长用信心来仰望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好，三个做伙开声来感谢来祈祷，请。哈利路亚，荣耀主，阮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听，你的恩典之爱永远伫地。伫你祝福的日子内底引带阮。虽然阮人生经过真侪艰难困苦，但是伫主你的内面，阮相信你是上帝，你管理世上一切的所有，你甲阮三个同在。阮今仔日会通游玩平平安安，徛伫主的面前，侍奉伫主的面前，拢是出自上帝你的怜悯甲疼痛，因为你无照我的过犯待我。反倒当用满满的恩典祝福甲疼痛，亲自赐落伫阮的身上。耶和华，阮仰望你，
唯愿你伫阮的身上成就一切的美好。愿上帝你赐阮帮助阮，照顾阮，互阮伫主你的内面，甲你相同行，用信心的圣洁，用圣洁的信心对主你来行。伫你的听内面，所有的代志拢会过去，但是你应允阮，要甲阮对罪恶中救出来，对苦难中救出来，对着病痛当中救出来。主，你果然安尼行了，所以阮伫主的面前献上感谢。愿用俄乐感谢进入你的言语，三甲伫遮来敬拜，透过诗歌奉献听道祝福。主，愿伫你的内面领受活命恩典甲阳光。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安乐圣教会，亲像伫天里共款。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来，请讲有影来报告，谢谢。小姐平安。啊，今仔日天气感觉真温暖，啊嘛是遮这个所在，拢是感谢啦。因为上帝恩典一路陪咱同行，对起初到现在永远陪伴咱。感谢阿乐主。来，消息报告。今仔日下午3点，南部教区春季大会将伫那边教会举行，敬请兄弟一同为教区守望代祷。第二，感谢各位乡长、兄长，长久以来为民公的牧师宣告的奉献甲关心。民牧师表示，现在已经伫美国牧会，所以就请毋免阁再为这个科目来奉献。自今仔日起开始，若有为着这个科目奉献的，将要转为教会建堂基金。第三，3月23拜六。超找马雅国宣教的卡日，台湾基督教宣扬找经的旅行，报名到今仔日截止。要参加者，请到消息公报群组填写单单报名。第四，4月30日月外节主日已经要举行洗礼式，愿意接受洗礼者，请晓目前当工报名。已经报名有是。英德先生。第五，4月19拜五下晡7点半到9点半，伫教会1楼举办家长成长课程。讲员周玉纯牧师主题做囡仔正式的教练，欢迎兄弟邀请认捌的家长朋友参加。第六，4月20拜六9点半到下晡4点，举办南部教区主日学教师成长的课程。讲员周国纯牧师主题做囡仔正式的教练，教师灵命成长。儿童时间的兄弟，请参加，请到群组填表报名，到4月7截止。以上报告，到补充报告。咱这时，咱来请敬拜团。兄弟姊妹平安，啊，搁一咱线上的兄弟嘛，大家问甲大家请安，咱请起立，咱就敬拜耶和华。上帝话讲，对日出开始到日落，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哦，因为伊一切奇妙作为，咱也要将荣耀归给伊，来敬拜伊到无煞。哎，咱着敬拜耶和华，咱着敬拜耶和华，伊生命之歌，着用天声感谢你圣殿，因为伊大慈爱到永远无煞。敬拜。
拜，咱着敬拜耶和华，着我名之大，得用天声感谢你圣殿，因为伊大慈爱到永远。Follow me， 跟着我的拍子，咱着二乐耶和华，嘿，一蹦蹦，一二蹦蹦。两个君王之大上帝耶和华，哈利路亚！兄弟要用照着咱的拍谱啊，写个归荣耀何主来敬拜伊，请咱对我安尼做，嘣哒哒嘣，不是拍手哦，是打节奏，1 Go， 嘣哒哒嘣，很好，对，一个两个就对啊，一个啊两个来继续，咱着敬拜耶和华，咱着敬拜耶和华，伊圣名之大，很好，感谢伊圣殿，因为伊大慈爱到永远无衰落，咱着学乐耶和华，咱着学乐耶和华，因欢喜唱歌，向咱请求的唱歌称赞，咱国君王之大上帝耶和华。好，来，咱着敬拜耶和华，咱着敬拜耶和华，着圣名之大，感有天声，感谢你圣殿，因为伊大慈爱到永远无衰。咱着学乐耶和华，咱着学乐耶和华，向欢喜唱歌，向咱请求的唱歌称赞，万国君王之大上帝耶和华。哈利路亚！有千万的理由，我要来学你唱歌。我欢喜来到主你的面前。日头出来，全心一天临到，是向你唱歌的时阵，无论会怎样，有啥物阻挡你头前。当日头落山，我又愿唱歌。日头出来，全心一天临到，是向你唱歌的时阵，无论会怎样，有啥物阻挡你头前。当日头落山，我又愿唱歌。
你，你是伟大有仁爱的心，因为你良善，我要永远唱歌。愿望的理由，我心头憔悴。哦，主我的心，我的灵，用全心来唱歌，我心敬拜你的圣名来做。哦，主我的心，我的灵，敬拜你圣名，用全心来唱歌，我心灵敬拜你的圣名。一日渐渐失去快乐，生命的线尾已经来到，我心犹原要学落你保守，你千千万万你到永远。主我的心，我的灵，敬拜你圣尊名，用全心来唱歌，我心灵敬拜你的圣尊名来做。主我的心。我的灵，敬拜你圣尊名，用全心来唱歌，我心灵敬拜你的圣。用我的气势来了做。主我的心，我的灵，敬拜你圣尊名，用全心来唱歌，我心灵敬拜你的圣尊名。用全心来唱歌，我心灵敬拜你的圣尊名，敬拜你的圣尊名，敬拜你的圣尊名。主啊，感谢你用你圣灵的快乐来管压阮，阮伫你面前活得精彩丰盛，
照着耶稣基督应允，伊来要互咱得着一个丰盛、更加丰盛的生命。咱就要继续伫主来，伫这个世界内面来，继续伫这世界内面互世界神甲咱弄了催眠，就是蒙蔽眼瞎心盲。反倒等咱要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活命。当咱有这个圣洁的祈祷，主的确要垂听。哈利路亚。来，我心主，予我高亮主耶稣，地上生灵真最少，脱离肉体太平洋，救主我的困求你，将我无悔世情去，再见生灵让我心，让我跳出你的情，救主相陪我感情，让我跳的心坚定，不再贪爱这世界，世界永无你再来，救主我的困求你，将我无悔世情去，再见生灵让我心，让我跳出你的情，救主相陪我一起，让我专心信靠你，不走天边的路程，一生为你最坚强，救主我的困求你，将我无悔世情去，再见生灵让我心，让我跳出你的情。亲爱的上帝，主耶稣，感谢你，愿意欢喜甲你的百姓三角徛起。当阮祈祷亲近你，你就亲近阮。当阮跟你祈祷虔诚来到你面前的时，主啊，你也要暗耳来听。愿阮的圣别的祈祷，伫阮的心思、感情、意志、阮的言语甲行为，拢会当受你的悦纳。这是阮献上的祈祷。阮感谢在你面前，求主圣别我的言语。救主相陪我言语，让我讲话应了主，得能力好显得，好因真心快团结，救主我的困求你，将我无悔
主耶和华，阮的上帝，这是阮伫你面前的敬拜，这是阮伫你面前的祈祷，这是阮伫你面前所要献上芳芳的烧祭。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因为你甲是阮讲，你是圣洁的，所以阮就爱正做伫圣洁，按正做圣洁的子民、圣洁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主啊，阮的心知影，阮无法度靠着阮家己，会当来正做圣洁。只有上帝你差遣你的圣灵踮伫阮的内心，互阮的心会当倚靠圣灵的能力，会当正做上帝你所欢喜的样式。所以，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毋望主你听阮的祈祷，圣别。伫阮内面的心思意念，性别伫阮内面的言语行为，互阮会全心全灵献互你，就是要正做上帝你所使用的器具，会当伫即个世上正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感谢你，愿你亲自引带阮、扶持阮，互阮的活命跟对上帝你的脚步来行，互阮的言语行为。疼心、信心、甲清洁，拢正做正兄弟姊妹的模范，互阮的活命会当正做上帝你所使用大有能力的器具，传福音的器具，见证上帝你荣耀圣名的器具。愿感谢你，愿要将荣光归乎你，将阮全心全灵献乎你，愿你成就，愿你显明你的荣光。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咱同心来上读，来用主教是咱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请。愿伫天顶的父，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历史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着试，着救我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现在请坐。第11篇，启应文第11篇，咱来启应读上帝话。义人啊，恁应当应着靠耶和华欢乐。恁着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应当伊唱新歌。伊喜爱仁义公平，愿全地拢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拢敬兄伊，愿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耶和华做上帝的，迄个国是有福的。伊所竞选做家己产业的，迄个民是有福的。耶和华的眼目眷顾敬畏伊的人，甲仰望伊慈爱的人。耶和华，求你照着阮所仰望你的，阮为情慈爱。阿门。没时间，请少伟传道正道。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引带咱，互咱会当平安来到伫
礼拜堂当中，同心来做礼拜。虽然伫周围四围的路吼，拢封起来，拢咧修路，但是咱感谢主，咱犹原会当有即个平安踮伫主的内面，互咱会当来到伫礼拜堂当中，同心敬拜上帝，咱的心嘛对上帝遐得到满的平安甲喜乐。只是咱要当心用听道继续要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咱同齐来掀开周报第4面。也是咱有早咱家己的圣经，咱会当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8章，使徒行传第8章第5节到25节的经文。请咱显着咱着同心来上读这段的经文，请。腓利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佮看见腓利所行的新力，就当心合意来听谈伊的话，因为有真侪人互有鬼附咧，遐鬼大声呼叫，对因的心肠出来，佮有真侪变碎的、摆骹的，拢得了医治。伫迄个城的内面，都有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伫迄个城内行邪术。蒙主尊大，互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拢听从伊讲，这个人就是迄个称作神的大灵者。因听叹伊，因为伊举用邪术，互因惊奇，一直到因信了腓利所传的上帝国的福音，甲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拢受了洗，西门家己也信了。既然受了洗，就定甲腓利做伙，看见伊所行的新力甲大义灵，就是真惊奇。使徒伫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就差派彼得、约翰往因遐入去。两个人到了，就为因祈祷，要叫因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未降伫因一个人的心上，因只要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对安尼，使徒按手伫因的头壳顶，因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落来，就摕钱互使徒讲。甲即个官兵互我手按着什么人，什么人就受了圣灵。彼得讲：你的囡仔甲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上帝恩赐是会当用钱来买的。你伫即个道顶面无分无关，因为伫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你着反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检查你的心内意念，会当得到赦免。我看出你即马正伫苦胆之中，受罪恶捆绑。西门讲：愿恁为我求主，叫恁所讲的无有一项临到我的心上。使徒既然证明了主的道，并且传讲，就转到耶路撒冷去。一路伫撒玛利亚真侪村庄来传扬主的福音，阿免。咱圣经读到这，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看见你的道真正是奇妙，互阮会当伫遮的使徒、遮的门徒伫当中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看到上帝你的大能。看到圣灵的能力降临充满伫这真侪人的活命顶面，主啊，阮就要来到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求你嘛借着你的圣灵来启示阮，来引带阮，互阮对你的脚步来行，互阮知影要怎样伫即个世间会当亲像遮的使徒，亲像遮的门徒，会当。借着上帝你圣灵的能力，要来见证上帝你的道，
愿你亲自引带阮，互阮全心全灵对着上帝你的话语、你的指示来行。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这个题目叫做“证明主的道”。证明主的道，就是伫台中华咱所读的经文当中最后一节当中，才会圣经甲咱讲，才会使徒伫当中，伫撒玛利亚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当中，因证明了主的道，并且因传讲。证明是啥物意思呢？证明的意思是今仔日咱这个故事的结论，就是使徒借着因所做的，借着因家己，会当来证明主的道是真的，会当证明耶稣是基督，会当证明耶稣基督就是迄位要拯救人的救主。这是使徒伫当中所证明的代志。所以，咱就爱来思考，咱要怎样会当来证明？咱要怎样会当来证明呢？我先互大家看一个相片，好，大家感觉这个人是啥物人？吼，规个拢白吼，嘿，哦，这个啦，这个啦，这个人有爸妈，这个人有爸妈，吼，有爸吼，啊，这个咧，嘿，这是嘿，咱顶个月去到伫北海道的时阵，去遐参加演习会嘛，有一天的游览的时间，就伫当中，因为北海道遐拢在落雪，所以伫当中就有办一个雪季啦。这个雪季就是有真济遮的用遮的雪，用遮的雪吼去用遐的雕像啦，还是啥物款等等的，就是有人咧做遮的雪雕就对啊。所以伫当中就有这个吼，这个大概毋捌吼，嘿。因为无咧看棒球的就毋捌啦，嘿，安尼，嘿，为虾米呢？这个人叫做大谷翔平啦，吼，大家有听过无？吼，嘿，敢若听过这个名。我要讲的是虾米意思呢？这个雪雕吼，其实伊有一个牌啊啦，我查掉的。这个牌啊，其实安那，通常吼，咱咧看所有的展览吼，这个牌啊，拢是咧写这个雕像号做虾米名对无？啊，但是安那，但是这个雪雕伊顶面无写名呢，伊无写讲这个人是啥物人，哦，这个牌啊，敢若写讲哦，咱做伙来讲棒球吧，安尼尔，伊无写这个人是啥物名就对啊。但是为虾米毋免写呢？因为因因若是日本人吼，应该拢捌伊啦，若是日本人应该拢知伊是啥物人，因为伊伫这个讲棒球顶面，伊是一个真出名的选手。伊有真好的成绩。而且我要所讲的意思就是，虽然咱这个牌啊无写伊的名，但是大家人会当认出伊是啥物人。为虾米？因为伊真出名。因为伊真出名，伊为虾米出名呢？就是用伊所做的代志，来互人看见讲，哦，伊这个人是真厉害的一个棒球选手。所以咱若是有看棒球的人，可能就会当看出哦，伊是真厉害的人。但是无咧看棒球的人呢，就安那爱怎样甲因介绍呢？就爱甲因讲哦，伊即个人吼，伊为虾米厉害呢？因为安那伊厉害的意思就是安那，伊会当讲真济全垒打啦哦。那个伫美国遐讲棒球吼，其实吼一档内面吼，敢若有几个人嘿，敢若个位数的人吼，会当一档吼会当讲40几支全垒打，但是伊家己做会到，并且伊毋是敢若会当讲尔哦，伊阁会当投球哦，全世界就敢若伊会晓尔，所以全世界就敢若伊即个人，伊会晓投球，伊阁会晓讲球，所以伫遮就要见证讲哦，伊即个人，伊是一个厉害的人。伫遮所讲的见证的意思就是安那，见证的意思就是咱爱提出咱的证据来证明讲，即个人偌出名，即个人偌厉害。所以今仔日咱讲到遮个使徒，遮个门徒腓利去到伫撒玛利亚伫当中来宣教的传福音的时阵，因嘛是伫当中，因就是爱来安那，伫当中证明主的道。
要怎样来证明呢？就是借着因所做的来证明，嘛借着因家己来证明。这就亲像伫圣经当中，《使徒行传》第1章当中，耶稣要上天进前，伊就直接要甲遮的门徒所讲的意思，圣灵降临伫你的心上，恁就会当得到能力，并且会当到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本分责任，就是咱爱诚做主的见证。咱爱见证证明主的道，证明主的道要怎样来证明呢？就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圣灵的能力，咱会当来做见证。见证的意思，就是咱这个人会当互人看出，哦，我是一个基督徒。并且我所信的耶稣是真的，迄就是一个见证。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的故事，就是要甲大家分享，这个腓利这个人去到伫撒玛利亚，伊所做的代志。咱先来看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背景是安尼，就是伫今仔日的经文是伫第8章，啊，伫第7章的时阵。就是伫耶路撒冷发生一件代志，就是伫当中有一个门徒叫做司提反。这个司提反呢，伫当中来讲道宣讲主的道的时阵，就伫当中，互人用石头甲伊砍死，并且遮个罗马政府的人就开始捆住遮个教会兄弟姊妹，就是唔准因伫耶路撒冷来传福音。所以第8节开始第8章开始第1节，就伫遮讲到，对即日开始，即日呢，就是安那，就是司提反殉道的迄日。对即日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拄着遮个困局。除了使徒以外，门徒拢分散到伫犹太甲撒玛利亚各处。伫遮所讲的，就是除了使徒，就是遐个12个使徒，犹原踮伫耶路撒冷。其他遮的门徒拢四散出去，对耶路撒冷分散出去，去到伫别个所在。伫圣经当中讲到，遐个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腓利，伊就去到伫撒玛利亚城，伫遐来宣讲基督。腓利是啥物人呢？就是伫第6章当中有讲到，教会内面有选出7位执事。这个执事呢，就是要帮助遮个使徒来管理遮个行政事工的遮个执事。遮个执事其中一个呢，就是腓利，因甲司提反共款，因拢是伫当中来管理遮个行政的事工。但是因毋是干那会晓管理遮个行政事工尔，因圣经甲咱讲，因嘛是受圣灵充满的人，因嘛是伫当中大有能力、有权柄的人。会当来宣讲基督的人，所以因嘛四散出去，去到伫别个所在乱传讲福音。伫当中，腓利伊就去到伫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这个所在，咱若是看圣经会知影，撒玛利亚这个所在呢是旧约圣经的时阵，伫北国以色列的遮个首都。所以伫遮撒玛利亚其实。北国以色列呢，就是已经南国甲北国已经分做有10个支派，甲2个支派伫当中。所以伫当中北国以色列，其实伫当中有比南国搁较早灭亡。较早灭亡了后呢，就安那就有外邦人来徛起伫撒玛利亚。外邦人徛起伫撒玛利亚，就甲原本徛起伫遮个撒玛利亚的踮伫遮个犹太人。就甲因会当通婚，后来就生出因的后裔，遮个后裔就是安那，就是咱遮所讲的撒玛利亚人。伫遮要讲到即个代志，意思是安那？意思其实是要特别讲到，其实伫旧约圣经、伫新约圣经即个时期呢，其实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因彼此之间是安那？是关系是无好的。关系是无好，因为犹太人感觉讲，遮个撒玛利亚人吼，拢是安那，拢是混血啦，
拢是甲外邦人做伙的，才会好的。所以因毋是纯的犹太人，所以因就无爱甲因做伙。所以伫当中，因为真济原因，所以撒玛利亚甲犹太人因彼此之间是无伊不相往来的，因就是彼此之间因是无关系的。所以伫圣经当中，伫耶稣迄个时期，耶稣咧讲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伫当中来帮赞迄个吼遮个强盗吼，甲伊抢劫的即个人。为什么特别讲即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安那，就是讲其实对耶稣就是要对犹太人来讲，其实对恁来看吼，遮个恁所看袂起的即个人。其实安那，因嘛是伫当中有好人，会当做好的见证；因嘛是听谈主的道，伊会当做主欢喜的代志。这是耶稣对因所讲的。所以伫遮讲到即个撒玛利亚，腓利到即个城市去，其实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是袂到即个城市的。但是腓利伫遮，伊伫撒玛利亚来传福音。因伫遐做啥物代志呢？伊伫遐做行了真济神力，互众人听见、佮看见，就安那，就同心合意听谈伊的话。众人听见、佮看见，因听安那，听腓利所讲的道，看啥物？看腓利所行的神力。因为腓利行遮的神力，互遮的人就感觉腓利伊所讲的是真正是好的。所以因伫当中就安那，就信啦。因伫当中因就相信啦。对遮所讲的代志，其实嘛，互咱有要互犹太人爱互因有一个观念：恁所看袂起的遮个撒玛利亚的人，其实上帝有缘要拯救因。上帝有缘要拯救因。虽然伫将当中受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遮个迫害，受到遮个困毒，因四散到伫别个所在。但是安那，这是上帝要做一个专心工作的开始。这是上帝要做一个专心工作的开始。你犹太人伫即个时阵，因犹原踮伫耶路撒冷，但是安那，但是外邦的人伫即个时阵开始会当来听到即个福音，会当来领受主的道。伫这当中讲到腓利伫遮所行的神力，互众人听见佮看见，互咱嘛知影耶稣基督咧伫即个世间咧传福音、传上帝福音的时阵，毋是用共款的方式嘛？耶稣讲，耶稣讲，就是他拄仔咱所讲的经文当中，甲咱讲的。圣灵降临伫你的心上，你嘛要得到即个能力。耶稣即时就是耶稣所应允的代志要发生啊！发生啥物代志呢？就是腓利共款伫当中，挖靠圣灵的能力，会当来行遮的神力，会当来医病赶鬼，会当来赶出遮真济遮的乌鬼，嘛互遮的人。会当伫当中看到原来耶稣基督伫当中，伊真正是主。耶稣基督伫当中，伊真正是有大能的，即个名是有大能力的。这是腓利伫当中所见证，并且伊嘛见证了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应允，就是安那，就是耶稣讲，圣灵降临伫你的心上，你要得到能力，并且要伫什么所在来做见证。无论是伫耶路撒冷、甲犹太全地，甚至是到伫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原本犹太人遮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因的范围敢若伫耶路撒冷，但是安那，即个时阵因分散出去，就去到伫别个所在，就互耶稣基督应允会当伫当中来成就，讲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拢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伫当中咱所看的代志，就安尼发生。但是毋是干那安尼尔，圣灵伫当中搁做一个真奇妙的代志，就是使徒伫当中伫耶路撒冷听见了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
即个时阵，使徒伫亚罗撒冷遐的使徒，因着差派两个使徒，两个真大的使徒，就是彼得甲约翰，去到伫撒玛利亚。因去到伫遐呢，就开始为遮的人祈祷，就叫因受圣灵，叫因受圣灵。即个时阵，伊讲，因为使徒对安尼，使徒按手伫因的头壳顶，因就受了圣灵。圣灵伫当中要成做一个虾米款的意思呢？即个意思其实安那，即个意思其实就是圣灵伫即个时阵借着使徒的按手降临伫撒玛利亚人的身上，这是要成做一个记号，成做一个证据。即个证据就是安那证明即个人是受上帝所拯救的。这就亲像保罗伫以弗所书当中所讲的。恁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迄叫恁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伊，就受了所应允的圣灵，成做印记。这个印记意思就是安那，圣灵成做一个领受了上帝的福音，已经信了基督，已经得救的人，圣灵会伫这个人的内面，会当去当一个囡仔讲，哦，是这个人是较。咱确认哦，这个人是得救的，这个人是受到上帝所拯救的，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灵降临伫撒玛利亚人因的身上，这个嘛是要证明讲，这个人是受到上帝所拯救的人。这个一摆要互犹太人知影，上帝要拯救的，毋是干那拯救犹太人尔。上帝要拯救的，毋是干那拯救遐的原本。就是信上帝遐个人，其实撒玛利亚人其实因嘛信上帝，但是因敢若有旧约圣经当中的遮个律法册尔，因无有其他的先知遐个册，所以因敢若照着遮律法册来遵行上帝的道。其实因嘛是咧遵行上帝的道，但是因的信仰的环境甲犹太人是有小可无共款的。并且伫当中，因为因有这律法册，所以因嘛是有期待，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救主会当来到伫因当中。所以当腓利来到伫这个来到伫遐的时阵，腓利就是向因证明讲，恁所期待迄个救主，就是我所传的耶稣基督。这就是腓利伫当中所做的代志。另外一方面呢，咱嘛看到，伫即个圣经当中，佫有讲到，特别有伫撒玛利亚当中有一个人，伊特别圣经描写即个人，讲伊的名叫做西门。即个西门呢，向来伫迄个城内面是行迄个邪术的。即个邪术的意思就是伊会当用真济。变一寡抢单，就是会当安那，会当互人看起讲哦，这个人真厉害，伊会当行迄毋是干那是变魔术尔，迄可能就是亲像安那，亲像摩西过去毋是要去甲法老王伫遐咧，甲伊讲你要互我的百姓出去，伊毋是讲安那，讲会当甲伊的管仔会当放伫涂骹，就会当变做蛇吗？啊，遐个埃及的术士吼，伊嘛会当安那，伊嘛会当做共款的代志。其实，伫遮所讲的意思就是安那，就是咧讲行邪术，行即个邪术。即个邪术的意思就是安那，就是伊会当做一寡一般人做袂到的代志，感觉讲哦，即个人真厉害，真。所以伊讲安那，互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拢听谈伊。哦，即句话，敢有看见？伊嘛捌伫啥物所在出现？当腓利来到伫因当中的时阵，嘛讲安那，嘛讲这伊所做的代志，互撒玛利亚的人惊奇，互逐个人拢听谈伊的话。其实伫腓利来进前，就有即个西门，伊嘛是安那，伊嘛是伫当中来做遮的代志，互人拢听谈伊的话。所以因讲安那，即个人就是迄个称作神的、称作上帝迄个大能者。即个意思就是要讲到，其实。撒玛利亚人因是望有即个神，有即个上帝会当来帮助伊的。所以当伊看到讲哦，即个西门因真厉害，就听谈伊的话，因为感觉伊就是上帝所差派来的。
但是佮等到安那，佮等到非礼来的时阵，佮看哦，即个非礼佮较厉害，就佮听叹非礼的话。所以因，咱会当看到，其实无论是即个撒玛利亚人，也是即个西门，其实安那，因拢是安那咧追求安那，其实是咧追求即个新力，咧追求讲有啥物人较厉害，有啥物人较有能力，我就信啥物人。所以后来经文就讲到，其实当非利当直到因安那信了非利所传的上帝个福音，甲耶稣基督的名，因就受了洗礼，连西门伊家己嘛信啊。但是伊即摆信啊，伊是信啥物？伊毋是信耶稣是基督，其实阿哥毋是安尼。即摆因信的就是安，伊敢若信的是安，信讲哦，即个耶稣。即个非利所信的耶稣，即个非利所传的耶稣是大有能力的。因敢若信安尼尔，伊还未信讲哦，耶稣就是个救主。因敢若信讲啊，耶稣是基督。敢若信讲耶稣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后来就发生一件代志，发生啥物代志呢？当彼得甲约翰来到伫当中按手，互人领受圣灵的时阵。哦，遮真侪人领受圣灵，因着信耶稣是基督。但是即个时阵，西门看见即个代志，伊就感觉安那，哦，即个人，遮个使徒吼有厉害呢。安那，伊互人按手，遮个人就会受圣灵呢，就安那，伊就讲安那，哦，安尼，即个对耶路撒冷来即两个使徒吼，比迄个腓利搁较厉害。安那，我要想要得到伊的能力啦。哦，即个伊所做的代志，我做袂到。但是安那，我想要得到即个能力，所以伊就来摕钱给使徒讲安那，甲即个官兵嘛，互我，互我会当安那，嘛会当甲恁做共款的代志，就是按手伫啥物人的身上，因就受了圣灵。这就是安那西门伫当中所产生的伊过去的观念，伊感觉讲哦，可能伊过去伊就是安那，伊就是咧甲魔鬼有一寡利益的交换，感觉讲哦，我互魔鬼啥物款的利益，我互魔鬼钱啊，魔鬼就互伊的甲伊的能力互我啦，我就会当做啥物代志。伊就嘛想讲，安尼可能吼，遮个使徒嘛是遮个意思，所以伊嘛去找遮个使徒，叫伊甲即个能力互伊。但是即个时阵，咱就会当看出，其实即个西门伊信呢，伊是干那信讲哦。我想要即个能力，伊是敢若信讲即个能力是真有大能的，但是伊无真正相信耶稣，所以伫即个时阵，彼得就对伊讲：你甲你的遮个银两吼，同齐灭亡吧，因为安那，你想讲上帝恩赐是会当用钱来买，你想讲上帝恩赐是会当用钱来买。你伫即个道顶面无分无关，因为伫上帝面前，你的心无正，你的心无正。即个意思就是安那，你已经行毋对路啊啦。即个心无正的意思就是你已经行毋对路啊。我要引带你的，毋是即条路，你已经行毋对路，毋对路。你应该爱安那，爱回转，爱后悔，爱悔改。爱转来到伫即个正路顶面，这才是上帝伫当中爱你所做的。这是彼得伫当中对西门所讲的。伫当中，这互咱有一个真大会当思考的所在。什么所在呢？互咱看到，其实一个人毋是干那讲我信耶稣啊，我就会当完全拢改变啊。其实毋是安尼。一个人毋是讲哦，我伫即个报道会当中安那听到即个大有能力的福音，就感觉讲哦，安尼我要来信耶稣，我要来受洗礼。毋是讲当迄一日受洗礼了后，就安那，就完全规个人拢改变啊？无，其实伫人的心内面，犹原有过去的即个叫做老我，叫做过去还未悔改进前的迄个家己。其实犹原踮伫心内面，若是人无真正认罪悔改，
人无真正讲，我过去行唔对路，我即马爱来行主的道。若是无安尼做，犹原无算讲即个人有改变。所以信耶稣了后，其实佫爱有一个过程，就是爱改变咱家己的过程，爱调整咱家己转做上帝所喜悦的样式，即个过程。所以，较会伫他拄仔的诗歌当中所唱的，就是讲安那求主来性别咱的心思意念，求主来性别咱的言语行为。为什么爱安尼？因为咱无法度靠家己做会到，咱只有靠着圣灵踮伫咱的内面，咱做会到。所以信耶稣毋是干那信就好啊，信耶稣了后。爱有一个过程，爱真做圣洁，爱真做圣洁。所以伫咱圣教会当中，其实有讲到一个四重福音。这个四重福音伫当中，其中头两个就是咧讲安那，第一个就是顶头生，顶头生就是咱爱真做一个新造的人。但是第二个呢，就是安那，这个新造的人爱安那爱成长，就爱真圣，爱真做圣洁。爱追求上帝所喜悦的，这就是爱真做圣洁。这是伫遮所讲的两个部分。所以圣经伫当中，为什么圣经用遮尔济的故事、遮尔济的经文、遮尔济的教导，就是要互咱知影上帝爱咱做啥物，上帝爱咱真做啥物款人，咱就爱来对上帝话来行。这开始。伫圣经当中，爱咱所行的代志，所以对安尼，咱就来看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当上帝伫当中做遮的代志的时阵，其实互教会会当学习啥物呢？主的道，因为教会其实会更加得到扩张。啥物意思？今仔日咱所分享的故事当中。互教会有三个部分，咱会当来思考。第一个，就是教会咧面对困窘的时阵，犹原会当勇敢徛立。啥物意思呢？这就是亲像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当因拄着罗马政府的困窘的时阵，虽然因无法度伫耶路撒冷继续来传福音，但是因会当四散。分散到伫逐个所在，伫当中来传福音，互主的道无因为安尼就消灭去，互主的道无因为安尼就感觉安尼。伫这当中所讲的，就是主的道无因为伫耶路撒冷拄着困窘，就遮个信耶稣的人就拢无去啊，无。其实上帝犹原伫当中咧做工，所以上帝犹原使用遮个门徒去到伫别个所在，继续传福音。这是上帝要伫外邦的所在开始伊的工作。第二个部分，甲咱讲，教会爱倚靠圣灵，毋是宗教。教会是爱倚靠圣灵，毋是宗教。什么意思呢？宗教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亲像西门同款。西门伊过去用伊宗教的方式，伊感觉讲安那，我会当用一寡利益的交换，会当得到这个能力，这叫做宗教。但是教会伫当中，毋是倚靠宗教，教会伫当中是爱倚靠圣灵。倚靠圣灵伫当中来行这会当见证耶稣是基督的这款的行为，互人看到对，咱所传的耶稣，伊是真正是基督，伊是真的，伊是真正的上帝。第三个部分，教会爱对着上帝复兴的工作，教会爱对着上帝复兴的工作。伫遮所讲的撒玛利亚有真侪人伫当中，因为安尼就信了耶稣。咱会当看做，这是一个叫做撒玛利亚的大复兴，就是有真侪人伫同一个时阵信了耶稣。为什么
为什么伫即个时阵会有遮尔侪人信了耶稣呢？除了上帝工作以外，教会爱伫当中有人出去，有人去到伫当中，有人伫当中宣讲主的道，有人伫当中按手，互人受圣灵，就是因为安尼，复兴的上帝所赐落来复兴才会来到。这是咱会当伫当中来学习的。这三个部分嘛是我伫即礼拜当中咧，因为禁食祈祷伫当中禁食祈祷的时阵，我特别有即个感动，我着甲大家来分享。首先就是伫礼拜三的祈祷会的时阵，因为咧准备即个嘛是照着即个禁食祈祷的即个指引。就是伫当中咧准备遮个祈祷会的内容，伫当中我着有一个感动，讲，迄是为着政府、为着教会咧祈祷的。伫当中着讲到，咧王记上当中，当以利亚，就是牧师前2礼拜咧讲道咧分享的，以利亚伫当中行了真大的心力。互周围的人看到，就称赞讲：“哦，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照理来讲是安那？这要伫以色列迄个时阵开始，就要开始有一个大复兴呢。但是安那？但是当迄个时阵，亚哈王甲亚西别就伫当中开始咧追杀以利亚，以利亚就逃走。逃走的时阵，伊就埋怨上帝讲：“上帝啊！”你为什么安尼？你毋是互我做一个真大的心力吗？为什么安那？为什么？照你来讲，照原本的剧本来讲，这应该是安那？应该是爱有一个大复兴较对呢？为什么你互我伫即个时阵拄着即个代志，佮互我互人追杀？遮个人拢犹原无法度继续，就是我无法度继续来帮助遐个人来相信你。为什么我会拄到即款的代志？即个时阵，当伊咧逃走的过程当中，上帝呼召伊，上帝佮定心甲伊讲，定心呼召伊要去做伊爱做的代志，并且上帝佮讲即句话，上帝讲：你毋是孤单一个人，我犹原伫以色列人当中为家己留了7000个人，是毋捌用巴力来敬拜，来屈膝。犹原是安那？遮个人是犹原是独敬拜上帝的人。上帝对以利亚讲遮个话的时阵，对我来讲，伫迄个时阵，我就有一个感动。若是我是以利亚，我一定会问上帝即个问题：安尼，迄个7000个人伫倒位呢？我伫当中咧见证上帝你的名的时阵，迄7000个人伫倒位呢？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嘛是咱爱来思考的一件代志。当面对困窘的时阵，遐7000个人伫倒位？可能伫即摆的教会当中，咱无拄到遮尔大的困窘，但是咱嘛爱来思考。咱是毋是敢若想讲，嘛敢若想讲哦，我就是安那，我就是无去拜别个神，安尼就好啊。我就是安那，我就是亲像遐7000个人共款，我无去拜巴力，安尼就好啊。我犹原敬拜上帝，安尼就好啊。我犹原逐礼拜我就来做礼拜，安尼就好啊。敢是安尼尔吗？其实教会面对困窘的时阵，犹原爱勇敢徛在，这毋是干那讲我无爱敬拜别个神安尼尔。阁有另外一个阁较以利亚想要问的迄个问题，我想要代替以利亚问的迄个问题。遐个7000个人，敢会当甲我共款做伙徛出来，做伙来安那来见证上帝的道。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若是咱，就是迄个7000个人当中的，咱敢愿意徛出来见证上帝的道，徛出来
毋是干那逐礼拜就是来做礼拜安尼尔，会当徛出来见证上帝的道。第二个部分，咱头拄仔所讲的，教会爱挖靠圣灵，毋是宗教。当即个西门，伊挖靠宗教，想要讲用宗教的方式，要来甲神。要来甲遮个神明做一寡利益的交换，讲我要互你什么，我献什么互你，你着用什么能力互我。敢是定定伫咱的活命当中，咱嘛有即款的想法。咱可能毋是想讲我要得到什么款的能力，但是咱可能会想安那，我上帝啊，我平常时拢有奉献呢。我平常时吼，我拢固定咧奉献呢，安那，你着爱保护我，你着爱看顾我哦。我若需要啥物吼，你着爱互我哦，因为我有奉献呢。敢是有可能有即款的想法，还是讲哦，我逐礼拜来做礼拜，我拢有守遮个宗教仪式，安那，上帝就会看顾我，上帝就会帮助我。各位亲爱的兄弟。这是宗教，但是咱所信的上帝毋是宗教，咱所信的上帝是活活的上帝。咱所信的上帝，伊毋免咱做啥物款的代志来证明讲哦，我要来军队里，我要来信上帝。当咱还未奉献进前，当咱还未信进前。上帝就已经听咱，伊就已经拯救咱。上帝爱咱做的代志，是当咱信了后，咱爱来做会当见证伊的名的代志。所以伫咱当中，咱爱特别来思考，咱的活命敢是悠然活伫宗教的行为内面，还是咱其实会当搁进一步？咱会当来挖靠主所赏赐的圣灵，咱毋通真做，敢若真做一个，敢若守宗教行为的基督徒。咱的活命袂因为安尼来经历上帝，世间人嘛袂因为安尼来认捌上帝。世间人袂因为咱守宗教的行为，伊就会当感觉讲。咱是一个基督徒，咱是一个会当见证上帝的名的人，因袂安尼感觉。独独爱咱，亲像以利亚共款，亲像腓利，亲像遮个使徒共款，伫众人的当中传讲上帝的道，见证上帝伊是真的，见证耶稣是基督，安尼。当上帝要使用咱的时阵，咱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甲圣灵一做伙同工，安尼世间人就会因为安尼来认捌上帝。第三个部分，教会爱对着上帝复兴的工作。当上帝咧复兴的时阵，要复兴的时阵，这嘛是我伫即个这21天的禁食祈祷当中，就是昨昏咧为着复兴来祈祷，我就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是啥物呢？复兴毋是干那靠着咱家己求，就会当求来才会复兴。复兴是爱圣灵甲人同齐同工的结果。就是讲，复兴毋是干那靠着祈祷，就会当得到复兴的，毋是安尼。是爱圣灵甲人做伙同工，就亲像撒玛利亚发生的这个大复兴，毋是讲撒玛利亚伫当中求复兴，复兴就会发生，毋是安尼。佮爱有一个人，就是腓利去到伫当中开始传讲上帝的道，佮有彼得甲约翰去到伫当中开始为因按手，互因受圣灵，复兴才会来到。所以，上帝复兴是因为圣灵甲人同工的结果。当上帝要做工的时阵，咱会当对着上帝的工作。当上帝要做工的时阵，咱会当知影，对，
这个时阵就是上帝要做工的时阵，咱会当抓条这个机会，就讲对，我要来对着上帝工作来做，安尼咱就会当承接这个复兴的稳定甲祝福。这才是复兴的关键。上帝甲人做伙同工，上帝甲人做伙同工，复兴才会来到。最后，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历史的故事来做结束。这个故事就是叫做威尔斯大复兴，就是伫英国迄个威尔斯迄个所在，伫1904年的时阵，捌有一届大复兴。这个大复兴伫教会历史当中是真出名，因为伊影响了真侪人。这个复兴呢，是对这个人开始的，就是这个人叫做 Evan Roberts。这个人呢，伊迄个时阵敢26岁尔，26岁的时阵，伊就有这个感动，伊就成做一个布道家，这个就是伫当中会当去传讲上帝的道的这个人。伊伫当中呢，伊就开始，就是有一摆的祈祷会当中。伊就开始引带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咧祈祷的时阵，当散会了哦，因就是一直为着复兴来祈祷。当散会了呢，阁有安那，阁有600几个兄弟姊妹，阁犹原留伫教会继续来祈祷。迄个时阵，这个 Roberts 伊就知影讲哦，安尼上帝伫即个时阵有特别的工作要来做。因就引带这600几个兄弟姊妹，就继续散会了后，因犹原继续来祈祷。后来就大落来，有一个真大的复兴。我无要详细讲这个过程，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伊伫当中，伊强调的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伊伫大复兴当中，伊强调教会伫当中爱做啥物呢？第一个就是教会必须要洁净。爱认罪悔改，这是复兴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教会爱认罪悔改，爱得到洁净。第二个就是信徒必须要爱互相爱安那，爱饶恕，就是爱去赦免人，甲人甲上帝爱和好。若是人甲人中间犹原有安那，犹原有这个无好的关系，安尼复兴袂来到。第三个部分就是爱顺探圣灵的感动。第四个部分就是教会爱做见证，公开承认咱的信用是啥物。伊伫当中，伊就开始，伊毋是干那伫伊的教会尔，伊就开始去其他真侪的教会，就开始伫当中，就是甲因讲这4点，就是讲安那，教会应该爱安那做，教会应该爱安那做。因为这是上帝予伊有这个特别的感动，后来就大落来，这个威尔斯大复兴。伫当中，威尔斯大复兴，互咱看去，什么款的结果呢？这个结果就是安那，伫威尔斯这个所在就开始安那，伊感觉哦，犯罪率就是人犯罪，比如安那真明显降低，互法官拢安那，拢无案件会当审理啦，法官拢无案件会当判断，因为安那，因为拢无人犯罪。后来个安那偷摕物件吼，后来都会送倒转去。后来个安那，个有一寡少年人吼，就开始退行因所得到的这个奖章。为什么？因为因是用无公义的方法来得到的。这就安那，这就是代表安那人的悔改。人的认罪悔改，这毋是干那伫教会当中尔，是其他教会外口真侪人伫当中嘛安那，嘛因为安尼来感觉讲，哦，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主的拯救，我需要主的赦免。后来，伊当中个安那哦，报纸无有即个八卦新闻会当来报道，啊个店面所遮书店吼，所存的这圣经吼拢卖了啊，因为大家人拢咧读圣经。后来无论伫什么所在，伫火车顶面、伫电车顶面、伫这矿场内面，所有的所在，人拢组织伫遐做伙来祈祷。后来因的影响的范围就一直扩张，
毋是干那踮伫威尔斯即个所在，就有真济教会伫当中就开始差派宣教师出去，去到伫真济所在，嘛伫当中带来即个复兴的浪潮。伫当中，威尔斯大复兴伫当中所做成一个真大奇妙的代志，就是安那，伊伫真短的时间，互真济人伫当中得到改变，互真济人伫当中感觉，我过去做了毋对，我爱悔改，我爱认罪，我爱来对上帝来行。这是伫威尔斯大复兴所做的代志。咱到伫今仔日的教会，咱若是望有缘有即款的复兴，毋是咱着爱来思考，就是他拄仔咱所讲的，即个 Evan Roberts 所讲的这4点：教会爱洁净，爱认罪悔改，信徒爱彼此了解，爱甲人甲上帝和好，爱顺探圣灵的感动，爱做见证，公开承认即个信仰。但是呢，我毋是干那要讲安尼尔，我搁要讲的，他拄仔咱所讲的，拢是安那，拢是伫网络顶面会当查会到的资料。但是搁有另外一个资料呢，是安那，是大家毋知影的威尔斯大复兴，就是安那，咱敢有看到伊即个时间干那偌久？1904到1905，其实安那干那一冬尔。即个威尔斯大复兴其实因的强度甲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安那伫威尔斯伊本地干那维持一冬尔，干那维持一冬尔。为什么干那一冬？因为安那，因为即个 Evan Roberts 当伊27岁的时阵，伊干那做即件代志做一冬尔，伊就安那，伊就退出即个报道的。伊就无搁再去教会当中来宣讲这个话，后来即个复兴就停止啊。为什么安尼做呢？因为安那，因为伫当中呢，就是有一位属灵的长辈，就是即个宾路易师母，伊就去甲伊讲安那，因为众人吼拢干那看伊尔啦，众人的这注意力吼。拢干那看即个 Evan Roberts， 拢干那想要听伊讲道，干那想要参加伊的布道会安尼尔。但是安那无将荣光归互主，无将荣光归互主。这是咱爱特别来思考的一件代志。当 Evan Roberts 伫当中做一冬的时间，伊带来真大的复兴。但是安那，若是干那伊一个人咧做，若是干那伊一个人伫当中咧做，安尼即个复兴就干那维持一冬尔。因为安那，因为伊必须要摕落来，伊袂当搁继续徛伫台下顶，互人干那安那，干那归荣耀互伊，但是无归荣耀互主。伊需要摕落来，这嘛互咱爱有一个。思考的代志，就是咱若是望会当咱的城市、咱的教会会当得到即款的复兴，咱毋是干那靠着一个人、两个人伫当中大有能力的服侍安尼尔，爱规个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同心为着主的道来做见证，安尼主的复兴才会当。维持搁较长、搁较久，所以伫咱当中，每一个兄弟姊妹，请咱会当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互咱会当知影，咱信耶稣是为虾米？咱信耶稣了后，咱会当回应上帝的呼召来做虾米？见证主的道，毋是文道的工作安尼尔；见证主的道，毋是牧师传道的工作安尼尔。见证主的道，是每一个信耶稣的兄弟姊妹，爱伫咱的活命当中，所有的人，
向咱身边所有的人来宣讲耶稣是基督，因为圣灵降临伫恁的身上，恁就会当得到能力，并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来做主的见证。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耶稣应允差遣圣灵来甲咱同在，就是要互咱会当得到为主做见证的能力。靠着两个部分，第一就是咱所行的，诚做即个客观的证据，就是要来证明讲，即个上帝是大有能力的，这是透过咱所行。第二个就是透过咱活命的见证，就是咱亲身经历上帝的拯救，亲身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安尼，这是咱主观的证据，用咱这两个证据来证明上帝的道，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来证明咱所信的上帝，咱所敬拜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主。愿咱的上帝亲自引带咱，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行伫上帝的道内面，为主来做见证。咱同心来祈祷。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阮知影，阮的活命是你所拯救，阮的活命是上帝你过去，你伫阮过去的时阵，对黑暗罪恶当中，甲阮拯救出来，互阮会当进入到伫光明的国度内面，会当领受上帝你济济丰盛的恩典。主啊，阮要伫即遮献上阮的感谢，阮犹原要继续仰望你，求你引带阮的道路，互阮知影，阮信耶稣了后，阮要继续怎样来跟对上帝你的脚步来行，互阮会当知影，阮要怎样用阮的活命会当来服侍你。来见证上帝你的名，主啊，只有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我仰望你伫这个土地带落来真大的复兴，真大的恩典。我嘛要伫当中甲你做伙同工，求你差遣圣灵踮伫阮的内面，互阮当挖靠圣灵的能力向前来行，对着耶稣基督所指引的脚路，阮会当。对你来行，会当来见证，做为上帝你的名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愿你来引带，愿你来看顾，愿你赏赐对你所来济济的恩典能力，充满伫阮的内面，互阮的心独独要倚靠你，甲你做伙同行。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感谢上帝恩典。这时，咱要来欢迎咱今仔日新来兄弟姊妹，咱要来欢迎严瑞明弟兄，好，是苏英姐，介绍好。嘿。
好，咱搁一摆拍谱啊！欢迎水明兄来到伫咱当中，嘛感谢淑英姐伫当中的服侍。这个时阵，咱要同心来奉献，借着奉献，咱要来到伫主的面前，献上咱的感恩，嘛求上帝继续引带咱的活命，互咱会当伫奉献当中，同心来经历上帝美好的恩典，上帝美好的赏赐甲听痛，咱同齐起立，伫主的面前来奉献。像是21，呵，还是。好，咱同心用诗歌来敬拜，来奉献。我的生命献予你，恁的所用尽一生，将我时间献予主，永远归你到永久。我的手顺你命令，照主圣旨来使用。我的脚也愿奉献，为主本走无野线。我的声音予你用。歌声学了主无听，我也奉献我嘴唇，用福音救灵魂。我的金音献予你，使用拢准你旨意。我会在灵里所属，愿意行你最坚固。我主是我的主爱，予我爱你赢世界。但我愿意献家己。永永远远归乎你。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用伊大能的手来保护你，来扶持你，互你的活命刚强，伫面对患难困顿的时阵，犹原会当坚定为主徛在。愿主耶稣基督引带你伫福音真理的道路顶面。互你明白真理，并照着照着上帝圣洁甲公义来活出上帝所喜悦得胜的活命。愿赐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来充满你，互你的活命，互你的全心全灵得到对圣灵所来的能力，伫一切你所行的代志顶面，会当来为主做见证，荣光上帝的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甲众兄弟姊妹三甲同在，特别要甲你厝邻的人三甲同在，对他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兄弟请坐，咱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嗨。